个笑声无啥物声。啊？台南声诶，会配合。对你来讲，台南声到底啥？台南的声哦，对。台南的声足济呢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印象上深的就是，伫路仔顶咧行的时阵吼，有咧迄个拔迄个酸啊、葱啊迄个声。哦，这个欠芳啦，欠芳啊，对啦对啦。不管是路边摊还是这个台菜餐厅内底，拢有种欠芳啦。对。这不只有声哦，伊个味，袂歹哦。这欠芳的声还是笑声，其实拢非常的好。其实大家当去小看卖，小因恁家己心内台南的声到底啥？来哦！敢是今仔日的工课淡薄仔忝，感觉今仔日的台南淡薄仔咸，敢是今仔头家讲话淡薄仔险，只是今仔乡家己淡薄仔忙。大工加时间比赛，撞啊！来去的车流量甲风声陪步拍拼无用放松，为着生活认真做工。我知影你毋知影，其实上顶是做人。试过莫甲目睭合起来。你的认真甲受声音甲喘气，分明用心听受气味甲关系。自己问我敢有渐渐啊介意，这是一门功夫调整好心情。甲我讲，台南代表什么声？什么声？伫你心内是代表啥心情？什么款的答案是代表什么款生活？什么款的你是什么声音？甲你声来哦，代表什么声？什么声？代表什么心情？代表什么生活？什么声音甲你声？区间车往台南站到啊！成功路顶的阿不了啊！逐天暗暝的石机啊！神秘家的兴王爷，神秘家的兴王爷嘛叫做石金龟王爷，伊是台南霸当前城内上兴的神明，声我就是西乐顶的公职尊王。因为我介意台南，所以我去做这件代志，摕一只收音机，开2个月的时间，四界行，四界散步，沿路收音。其实有时阵哦，咧收的时间过程当中，嘛是会问家己讲，台南的声到底是啥物哦？所以来，这个时阵，希望电视机头前的朋友会当甲目睭合起来，开1分钟的时间去思考，不管是你家己的城市，还是台南，伊的声音到底是啥物？来哦！最后，我开2个月的时间，把收音机放伫阮兜大头前收音。最后等伊听，对啦，这就是我心内的台南的声。
就是阮兜咧做工课声，送互大家哦。好，再见喽，拜。